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Stream Heart 啊，今日帶大家嚟食小燦主題咖啡，小燦的廚房秘密，期間限定只係到5月尾咋，呢個係打卡位嚟噶。咁我哋首先就係去呢個山下果子個網站度訂咗啦。如果訂唔到咗呢，可以嘗試 walk in 嘅。咖啡入面呢都有商品發售噶，首先帶大家睇下門口呢個重點商品。嗱，呢個好靚嘅女僕小燦索帶袋，佢唔係淨係一個袋，佢入面仲有呢個巨型，都算巨型嘅冷氣皮。我覺得啲質地即係平時大家摸開嗰啲珊瑚絨嗰啲質地啦，好舒服，好靚啊！印刷，仲要有埋個索袋，真係冇得頂。然後咧，仲有其他商品噶，主要就係小燦系列，仲有廚師小燦。咁呢個就係買滿消費滿一定嘅價錢，或者係買任何一個餐，佢就會送特定嘅商品。睇下店鋪嘅環境都有特別裝修過噶，好多小燦嘅巨型 banner。咁我就嗌咗呢杯藍莓嘅飲品啦，見到小燦好舒服咁攤咗喺度，仲有嘢送噶，不過唔係全部都係佢送，我係只不過將所有嘢集合埋一齊，俾方便大家睇啫。詳細送咩，大家都係睇翻餐牌或者問職員。呢個膠吊牌真係最靚，收藏用。大家睇下，連紙巾都有印到小燦嘅圖案，可以收藏。個台墊台紙都可以收藏嘅，所以大家可以帶埋個巨型 folder 去裝。仲有呢個重點嘅托盤，係可以食完攞返屋企。點樣處理？你問個職員，個職員就會教你點樣處理嘅。另外呢個甜品呢，就係小燦甜品，倒帶俾大家睇下，好得意，好可愛啊！嗰個女僕小燦指住個鼻哥窿喎，唔係指係篤落去，係。跟住呢，仲有呢個飲品啦，另外一杯唔同飲品送唔同嘅隨機嘅立牌掛，都唔係立牌掛牌。仲有指住鼻哥窿嗰個曲奇餅乾，大家都可以自己影張相 selfie， 篤住自己個鼻哥窿。嗱，呢啲都係送噶。另外呢，消費滿200蚊就會送襟章，咁消費滿400蚊就送2個咁樣咯。嗱，呢隻吊牌就係買飲品，上面嗰啲襟章就係消費滿200或以上送1個、2個咁樣上。跟住另外餐廳嘅另一邊呢，就會見到，仲有小燦其他嘅公仔賣啦，小燦嘅 T 賣啦。呢啲 T-shirt 款我都未見過噶，之前未見過噶。另外仲有另外呢啲鎖匙扣、花鎖匙扣，呢啲我就見過啦。立牌呢扎我都見過，之前呢個真係好正，新脷，你睇下佢條脷係立體嘅，你係可以揈上揈落。哇！見到廚房嗰度仲有個小燦布簾，重點推介，門口有得抽卡，10蚊一個代幣，50蚊就有6個代幣，每個代幣抽1張卡。大家睇我抽中乜嘢？小奇閃卡，張卡係雙面印刷噶，正面係閃嘅，背面就唔閃嘅，全部款都好靚，好想擁有啊！各位可愛嘅小宅宅，大家要記得點讚、轉發、分享、發表評論，最重要就係訂閱專頁，開啟埋小鈴鐺。多謝觀賞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